遇见他，陪我春秋冬夏，愈合我的伤疤，打开。你老牛，你想他个仔，阿伯来着。我弄啥到哪个他给我仔的？搞得知道保护吗？哎呀，阿伯熊那路都知道碰到错，就乱碰到错，来一次报告嘛。我信你个鬼！没得要点听到没？在咋的时候没？你好意思恳求？我们我只好意思自在。爆炸的时候没？我只好意思恳求人。搞没？他真的好意思就只爆哈？哦，觉得你爆炸没就跟人家搞不一样了哟。搞智商没？你胖遇到我只惨。觉得你爆炸没就跟人搞不一样了哟。搞智商没？你胖遇到我只惨。地老牛，我发现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。我不是错，咋子我不是错？你猜，再滚子咋嘛？他感觉得我记忆力只认为，刚才我再我哪干那个日子有个爆啦？搞起爆！他给我直接动那个呢哈！我得赶做点技巧给我嘛。我就知道的，我谁敢掉解我研究到了。OK。你看，咋呢？francis啊，给我抄过来炸个投递报告。给我抄过来炸个投递报告。地老牛，既然被头都机会了啫，我想他个谈背一件事情。francis，我好嘛？就是要被读，还认知到鸟鸡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轮拿手术，导致我只在喊你女了。地老牛，对不起，我将他整种子喊了。对，因为我太鸟搞了，我才喊做那个只望个在嫌弃。如果要这么搞，我是不要我这样讲的吗？地老牛，你鸟搞。算了，像是做个那么样，我只在跑去搞了，你看，搞这样能接受被头这么牛吗？哎，大不了被我领养一动一动嘛。地老牛，谢谢个介绍啊。但我个动点手术呢，怎么这样子好医生不？好医生但是么？等这早上呢，我还得只好习惯。等这早上呢，我还得只好习惯。我内我同鸟咋不背的呀？我大陆这老说呢，我和个同鸟都是那同鸟的。我说得到我过的，一起过来，我大陆这时候全部是叫同鸟们到已经收手。我弄个要叫我拿嘞，他同鸟的他知道。我约个路子，我养个了我只成，我养了我只成。最基本连逃同鸟的逃那种毛毛，公羊找路家累多嘞，但能真的为我减轻着负担。但是得了时候了啦，等菜我没人子用啊！这刚才是撵着我去阿里来咋个知道了个哈？公羊子鸟那个逃，猫那个挖，草那个抓，再过来摸摸啊，跟那个再过来逃，这样子到我的老师认为哈，我从一年下面你天，一年都安慰的路都怎么？但这一头不因子收入都怎么？你做的交些个一路去背你差在咋的工资，谁知道？这家同学们可就算几块钱我自己交，但这怎么搞的？被拿到你家挣才能给你。
了。